今天请陈秀文老师代表台湾神学院来请安和分享，他的题目是“这些人和这些事”，这些人和这些事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台湾神学院教会音乐系的老师，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学校来请安。感谢迦南教会许多年来对台神的关心。今天我要用这些人和这些事来分享大家庭内许多小故事。我会举很多的实例，不是要高举任何人，乃是盼望亲切触摸到的人物，可以激励你和我。第一段我要来分享的是来跟随主，来跟随主。圣经，请我们来看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。马太福音4章18到22节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，看见弟兄两人，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，在海里撒网。他们本是打鱼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”他就立刻舍了网，跟从了他。从那里往前走，又看见弟兄两人，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，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。耶稣就招呼他们，他们立刻舍了船，别了父亲，跟从了耶稣。我们从这段圣经看见彼得、安德烈放下手边的工作来跟随主。神学院有从小就立志献身的青年，元杰6岁就说他要当牧师，12岁开始不明原因的头痛，他的脑动过2次手术，肺也动过2次手术，没有办法正常就学，靠着自学完成一科科的检定考试，拿到高中的同等学历。在元杰短短当学生的一段时间，一天放学，骑着脚踏车在校门口，鼓起勇气邀请他的同学孟正去教会。结果孟正辅大毕业之后，来台神读道硕，今年夏天毕业，受派去高雄当传道。相片上右边是元杰，左边是孟正。3年前，元杰以大学部3年级的身份考台神的道学硕士班，赢过台大、政大研究所毕业的考生，得到状元。孟正有让人流泪的故事：爸爸事业失败，父母离婚，和弟弟躲在爸爸开的计程车里，假装是空车，客人上车后才敢把头伸出来。孟正的爸爸每天晚上发酒疯，做事要杀孩子，因此孟正不敢熟睡，导致他日后有严重的睡眠障碍问题。孟正的爸爸最后上吊自杀，20岁的孩子去认父亲的尸体，替爸爸办丧事。幸好教会成为他和弟弟的家，天父成为他们的父。我们要一起来唱一首诗。在我们唱诗之前，我们先用
朗读的方式把歌词读一遍，来，请。好，一起来。我们再唱一次，来。虽然没有正常人的学历，但是天父成为元节的智慧。虽然没有地上的爸爸可以呼喊，但是天上的父成为孟正最大的依靠。第二段，同样一段，对不起，我要分享的是另外一位孟正的同学。神学院也有各行各业已经有基础的同学，辞去别人称羡的工作来寻找属灵生命。道人台大医学系毕业，在台大接受家庭医学科住院医师训练的时候，常常特别去关心安宁病房的病人。很多人问道人为什么不当医生了？道人说，他其实喜欢当医生，因为他很爱讲话，病人总是会很安静地听医生说话。但是，当医生只能照顾病人的身体，信仰却能改变人的生命。许多人一生做许多计划，一旦生病死亡，一切成空。道人说，他愿意学习将自己的人生交给上帝。你们看到穿白衣服的这位，就是道人医师。他今年毕业，受拜到花莲寿丰乡一个资源不多的教会，和池一凡牧师一起团队侍奉。池一凡牧师原本是读法律，就是我们中间这位女牧师。她的先生周家健老师是美国波士顿大学钢琴演奏的博士，曾经当过真理大学的音乐系主任。道人的太太穆恩是学社会工作的。我们很期待他们4位分工合作，可以为弱势边缘的人带来祝福。第二段我要分享的是生命影响生命，生命影响生命。提摩太后书1章5节。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神学院不是只教知识，神学院是生命教育的场所。
这个大家庭有些同学的年纪足可以成为其他同学的父母，我们也真的有母子档、母女档，不仅是肉体的生命互相连结的一家人，也在神学院一起受造就，信仰生命相连结。50多岁有严重青光眼的百花来读神学，先生将工作放下，一起住进学校的宿舍，帮助百花整理笔记，当太太的书童。夫妇2人只有一个儿子郑祥，孩子是第一个信主的，在带父母信主。爸爸妈妈从此便一心培养郑祥成为传道人。读台大外文系的儿子，在妈妈之后来读道硕班，成为妈妈的学弟。就在百花即将完成学习时，医生说：“百花，你不能再用眼睛了，你快要瞎了。”百花请学校让他慢慢修学分。这就像寡妇的2个小钱，百花把她的养生都捐上，视力不好，还是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而这一家人每周的家庭礼拜，在家里有2位神学生之后，仍然继续。父母有见证的生命，成为儿女的榜样。有趣的是，正祥高中的教务主任林威老师，退休后也来台神收装备，师生变成同班同学。南港教会许荣峰牧师有2位女儿，泰雅族的女婿、牧师娘，这几位连续来读研究所。毕业的时候，2个女儿、牧师娘和女婿包了院长奖、董事长奖、论文奖等最大奖，何等感恩！在装备成为神的仆人过程中，家人互相支持，在校园里看见这一家人的互动，是一幅美丽的图画。每一位受呼召的人都有感动人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互相激励，让神学院成为塑造生命的地方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得先有生命，才能分享生命。我们接着要来唱一首台神毕业的牧师葛兆兴牧师写的一首歌，叫《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》。葛牧师跟他的爸爸葛顺天牧师一起在屏东服侍，父子在同一个教会服侍。葛兆兴牧师他负责青年事工，你们知道他教会有多少青年吗？只是青年，你们要不要猜猜看？来猜猜看，给我一个数字。来说一个，几百 ？OK， 他知道，所以他的答案是正确的。他的教会有500位青年，500位。好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
再唱一次，来。是的，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生命榜样。第3段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瓦器加上圣灵的工作，瓦器加上圣灵的工作。哥林多后书4章7节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美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师马约翰牧师，原本读名校 Duke 大学，准备当律师。上帝却呼召他成为牧师，来台湾，先在东部的原住民部落服侍3年之后，来台神教礼拜学。我们带学生去南部举办礼拜研习会，晚上8点到教会，练习到11点。隔天的示范礼拜，每位学生得负责很多任务，读圣经、献诗、演奏乐器。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，有人气喘，有人偏头痛，但是没有人埋怨。学生很会演戏，让看的人边笑边流泪。来礼拜的阿公阿嬷感叹，没有来的人好可惜哦。马牧师问我，大家这么感动的原因是什么？我回答，是圣灵做工。学生也说，不是因为他们特别会服侍，是因为知道自己不配。当瓦器愿意破碎，里面的宝贝就显现出来，圣灵自己做工。学校灵修会去到翡翠湾的地方，我主持夕阳礼拜，花很多时间准备。7位学生也配合我，努力练习乐团，牺牲自由活动的时间，自己说自己是海角7号的乐团。结果室外聚会的场所插头有问题，没法弹奏 keyboard 电吉他。虽然有大声公，但是很多角度都听不到我的声音。失望中，忽然看见彩虹挂在天上，好像上帝用彩虹证明他的确是信实的。许多人内心得到安慰，说这个礼拜非常感人。虽然准备的音乐分享都没有办法用上，感谢主，他自己用大自然出生，成就一切。
我们不过是蒙恩的罪人，他的赏赐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圣诗有一首诗歌，中文的取名是不知救主奇妙恩典，我们要一起来唱它的第一节。来。第4段，我要分享的题目是彼此相爱是门徒的记号。彼此相爱是门徒的记号。约翰福音第13章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每次在学校看到清洁的妈妈，我大老远就会叫秀魂仔。走过办公大楼秀魂仔的小房间，我总是会探头跟她打招呼。每次这样一探头，都有意外的收获。秀魂仔给我他从南部带来的玉米，他用麻油炒的咸饭。接受给予之间，人和人的关心自然表达。我将我们的互动写成文章，拿给秀魂仔看，他不好意思起来。他说他不识字，从小家里就非常贫穷，先生又很早过世，等到2个孩子结婚，他要再去读书。6年前，学生艾伦的爸爸陈克里牧师，原来是关西教会的牧师，中风，失去语言能力，无法再牧会。在这之前，克里牧师能够用泰雅语、客家话、闽南话、华语讲道。几个月之后，艾伦的同学穆琴的妈妈叶丰盛牧师娘脑血管瘤破裂，一直到今天，牧师娘还是没有办法行动，没有办法说话。几个月后，一直在那个当下，在那当时，我问这2位孩子是否怀疑上帝是爱。他们回答我，因为弟兄姐妹的爱，还是让他们感受到上帝的爱。照片当中带着一个法式的，这就是艾伦陈牧师的女儿，在他旁边2位比较个子小的是叶丰盛的2位女儿穆英跟穆琴。教师节，克里牧师来学校，没有办法说话，但是他知道我很疼爱他的孩子，给我一个深深的拥抱。圣诞节也都寄来卡片告诉我，他继续在复健，有一天一定还要讲道。我这1-2年，因为声音使用过度，睡眠又非常少，所以常常没有声音。有一天，一位新生
拿报纸包的一包很重的东西给我。打开来一看，原来是一罐非常大罐的枇杷膏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这位同学天赐，他已经有一个3岁多的孩子，他的太太就在生产的过程中过世了。他来台神读牧会关顾，盼望因此更知道如何安慰别人，帮助别人。一位刚入学的新生，竟然体贴看见老师的需要，我为此感恩。我们相爱，因为上帝先爱我们。爱人是从上帝而来，出自信仰的感动，我们才有力气去爱人。我很喜欢第3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一句话：爱，并以你的生活表达爱。我们若真正认识上帝是爱，就会下定决心去爱。我们要请诗班带我们来默想什么是爱。有爱的地方，就一定有上帝。第5段，在今日的世界，我们去哪里找耶稣呢？我们从马太福音10章40节来看：人接待你们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。过年我们在吃大餐，休息玩乐。宣教师邓开福老师全家在照顾还没有满月的艾滋病宝宝晴晴。整个寒假没什么睡，
因着晴晴不停的咳嗽，邓老师的夫妇被传染，也连咳了2个月。每次去到邓老师家，都看到阳台满竹竿的婴儿服。晴晴渐渐长大，会讲德国话、南非话，还有华语几种比较简单的问候语。他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妈妈，一个吸毒的生母，说要把他接回去。有一天在校园看到邓老师全家都盛装打扮，原来他们准备去照全家福。那个礼拜2在台神的礼拜堂，刚好是邓老师讲道，他说到要把晴晴送回去，哽咽到说不出话来。我看到父亲的爱。结果晴晴的生母并没有把她留在身边，而是把她送去云林给外公的同居人照顾。邓老师打电话问社会局，关心晴晴好不好。社会局给他的答复是，他们家有装冷气，所以应该照顾得很好。是这样吗？在今日的世界，我们去哪里找耶稣？只有在教会里面吗？还是在路上行人中，在一切的受造美丽的大自然中，还是在监狱里？新生是有一首诗歌，它是在第72首，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在小孩子的脸庞上会看到耶稣。非常活泼的诗歌，但是提醒我们经常要看、要听，然后要带上行动。第6段我要来分享的是：至于我和我家，至于我和我家，约书亚记。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首要侍奉的。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5年前，正在做鼻咽癌治疗的志仲来读神学院，和我们的许传道成为同班同学。戴口罩参加诗班，很努力地唱着。下课后，他把口罩拿下来给我看他的脸。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像孙悟空，因为一大块黑了。过了几个月，癌转移到肺，脑也发现2粒瘤。
电疗、化学治疗双管齐下，只好休学。我去和信医院看志仲，一推开门，太太微笑着向里面通报说老师来了。映入眼帘的是13岁的女儿，她的头就倚在爸爸的肩膀上，一家人自然谈笑的景象让我佩服。08年的5月，竟然在学校的图书馆看见志仲，原来他来当义工。同年8月，学校刚刚完成招生考，却传来志仲过世的消息。没几天，又听到志仲太太为他奉献了20万给学校，也听说他们为一间弱小的教会奉献了一笔钱。我内心激动，志仲的女儿、儿子，一个13岁，一个12岁，都还小。这家人竟然先看见别人的需要，因为这几年台神一直在做硬体、软体的设备，所以学校的经常费经常到6月的时候就不够，学校都很担心7月的钱常常就会没得发就是给职员的薪水或是什么，所以他们知道学校的难处。去年教会公报的头版头报道，志仲的儿子简言如得到2010年德国纽伦堡发明奖的银牌。我打电话问志仲的太太，真的是言如吗？1个月前，台北中会庆祝6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我指挥联合诗班，竟然在300-400人当中看见目前读建国中学2年级的言如，我当场差一点哭出来。楼上帮我一下，下不来。下一张 ，OK， 好，这是双十节，这个双十节，他们在教会参加姐妹的婚礼，妈妈跟2个孩子。我们的主是孤儿寡母的主。我每年都为交不出学费的学生四处募款。2年前，我曾经想要向一位最近事业做得不错的弟兄募款，但是因为有一阵子没有联络，就不好意思开口。去年的夏天，我突然有机会去这位久久没见面的弟兄家做客。吃饭吃到一半，主人忽然放下筷子，对着我说：“秀文，我为今年再找到一个奉献的对象祷告一阵子了，我想为教会音乐系奉献100万的奖学金。通常神学院的奖学金都是给道学硕士的同学。”他接着讲，就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不需要有任何附带条件。得到这笔奉献，我到隔日仍然像做梦一般。奇妙啊！我说不出口的盼望，上帝竟然也同样感动这位弟兄。对又真又活的主，只有赞美。我羡慕这个家庭，不是羡慕一般人看得到上帝祝福的外表，而是父母常和孩子讨论钱应该奉献给谁。当他们累积一笔钱的时候，他们就想这个钱要奉献给谁。因为他们是跟欧洲做生意，我最近就问他们，
你们的生意怎么样？他说订单少了60%，60%。好，但是呢，还是甘心乐意把这个甘心乐意奉献的信仰传承给子女，比把钱留给孩子更宝贵。我知道这位弟兄为非常多的神学院，北中南东部甚至国外的神学院奉献。愿上帝保守我们，也成为他的好管家。我们每一个人管的钱不一样多，但是都得当好管家。最后一段，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神学院。圣经在箴言的17章第3节，鼎为炼银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台神就像鼎炉，各路人马在这里等着被冶炼，有身体有赐，靠主恩典存活的，就像元节孟正；有出自世人眼中最高学府的，就像道人正祥；有与上帝摔跤，绕了老半天才顺服的，在上帝祝福下一起欢笑，一起流泪，服侍的路也牵手同行。每年6月送走一批神的工人，每年9月再度迎进新的一群，让人忍不住赞叹上帝的作为。学生军会去年春天去缅甸的第2大城丙午伦，亚裔那里的神学院教堂居然没有钢琴，因为缅甸经常没有电，所以呢也不合适用电子琴。军会回台湾募款，买了一台2手钢琴，再度赴缅甸，在育幼院神学院做撒种培育的工作。有一次，育幼院的孩子喘气喘不过来，医生对贫困的人居然不理不睬。军会有记者从缅甸打越洋电话回来，问我当内科医师的先生该怎么办。今年的春节，我原本计划要去看军会，问他可以带什么去。电子邮件回复我说，想要2盒苏打饼干当早餐，还有老师最近很想吃巧克力，可不可以带1块巧克力？读到这几行字，我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。为了成就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，小小的口腹之欲是必然得牺牲的。从台神教会音乐系毕业，目前读道所的平方，这中间这一位，今年夏天接续缅甸的音乐教育事工。说到平方，我就要提一件发生在嘉南的一件趣事。平方毕业那一年来台神做毕业音乐演奏会，结果呢，就是匆忙之中也没有带皮鞋来，然后呢，那时候就拜托静怡师母去看看柏制的鞋可不可以穿，结果呢，平方的脚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牧师的鞋不能穿，所以他上面穿西装，下面穿了一双大球鞋，这样弹他的毕业演奏。平方是由祖母一手带大的，成长过程中父母完全没有出现，因此有位关心他的牧师就期盼我的先生和我扮演平方父母的角色。在校园里爬坡的时候，我总是挽着他的手，当我叫他臭平方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我要念他了。从平方20
出头，到如今30岁，我看着他成长，从心底感谢神。他为了要考台神的道硕，连续考了3年。这学期全校师生玩互相关怀的游戏，我竟然就是抽到平方。平方去缅甸，看见那么多辛苦的孩子，说不定有一些人比他更辛苦。我问他，会不会觉得人生的路很难走？他回答我，那就慢慢走。相片上的佳慧和雅慧，大学分别读台大跟政大，在台神是同班同学。毕业的时候，一个人第1名，一个人第2名，2个人同时被派到彰化中会去。雅慧每天早上5点半骑脚踏车绕着村庄祷告。这个暑假，雅慧见到我，偷偷地告诉我，佳慧每天有1餐为教会禁食祷告。从神学生到传道，2个人一直是祷告的同伴。如果我们同工之间彼此的关系连结在主身上，我们哪来的彼此嫉妒的余量情节？台神目前有一个开拓小组，这些孩子立志毕业以后，他们要去开拓教会。每个礼拜5，他们就沿着捷运站传福音。身为老师的我，被第一线的福音勇士环绕，总是被激励。讲不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不仅属于台神，更是属于众教会。可能有人去过台神，可能也有人从来没有去过台神。我们一起看看台神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。这是傍晚的云，这是我们说的台神的好汉坡，台神的礼拜堂、行政大楼、图书馆，清晨有雾气的校园，毕业典礼，同学献诗，一同服侍，一同清理校园，一起笑。在这张照片里面，你们看到7位同学，事实上是有8位。这是目前台中忠孝路教会有8位同学在台神受造就。这当中，今年的第1名跟第2名就在这个照片当中。我故意把这个照片放在这里。我今天来到迦南教会，我感恩教会有这么多的人才，这么多的资源。我感谢在知道我要来这过程当中，非常多的人跟我联络，协助我能够今天顺利的分享。但是在这里，我也要问大家，听了这么多感人的故事，我们自己的故事要如何写呢？我们的人生要怎么走呢？也许你从今天的故事受到感动，我们就想在我们的自己的家人当中，在我们读书的学校、工作服事的岗位上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呼召？今天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整个年度我们需要的经费是6700多万。这样子的经费需要大家在祷告中来为我们支持。我们也希望大家也能够真的把感动化成行动，用奉献，用你们自己投身在神学教育来支持神所设立的神学院，让台神成为众教会真正的祝福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父，虽然不配，但是你还是选召我们成为你的学生，你的儿女，帮助我们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及时来回应你，帮助我们的生活有见证，帮助我们更认真做主工，让上帝的国今日就实现在我们中间。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